主后2025年3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接受耶稣的差遣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9章第10到27节。耶稣召集12使徒，予因有能力甲权柄，通制压囊肿的鬼，佮医好真侪病症。然后，伊找因出去宣讲上帝国的福音，佮医治病人。伊交代因讲，出门的时，啥物拢毋通带，毋通带拐仔，毋通带旅行地，毋通带食物，毋通带钱，嘛毋通有2领内衫。恁无论入去倒一间厝，就住伫遐，也对遐离开。因若毋接纳恁离开迄个城的时，就将骹нед的土粉搬掉，表示对因警告。因出去一庄过一庄传福音，搁伫逐所在医好病人。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听到所发生一切的代志，心内非常不安，因为有人讲施洗者约翰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嘛有人讲以利亚有出现，搁有人讲古早的一个先知有搁活。希律讲：约翰，我已经甲伊斩头啦。安尼我听恁得讲即个到底是甚物人？伊就爱要见耶稣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的代志拢甲伊报告。耶稣就简单带因退去一个叫做伯赛大的城。群众一个知就缀伊去。耶稣欢迎因，讲上帝国的事互因听，佮医好遐个需要医治的人。日要暗的时，12使徒来甲耶稣讲，请甲群众解散，通互因去附近的庄舍找食物较大的所在，因为咱伫遮偏僻，无人住。耶稣甲因讲，恁互因食。因讲，咱只有5个饼、2尾鱼，若无去买，哪有够通互遮侪人食？伫遐差不多有5000个查甫人。耶稣就对门徒讲，叫因分组坐落去，逐组差不多50个人。因照安尼做，叫众人拢坐落去。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向天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群众。大家拢食到饱。门徒将所剩的碎屑拢捡起来，拢装满12篮。有一遍，耶稣家己一个伫祈祷的时，门徒来找伊，伊问因讲：众人讲我是甚物人？因应讲：有人讲你是施洗者约翰，毋过有人讲是以利亚，嘛有人讲是古早的一个先知搁活。耶稣搁问因讲：恁讲我是甚物人？彼得应讲：你是上帝设立的基督。耶稣命令因毋通对人讲起即个代志。伊讲：人子一定着受真侪苦难，互长老、做市长甲经学教师拒绝，搁互人害死。第3日，上帝会互伊搁活。耶稣搁对众人讲：要缀我的人，着否定家己，逐日举家己的十字架来缀我。因为要救家己的性命的，会丧失性命；为着我的缘故，丧失家己的性命的，伊会救着性命。人得到全世界，煞丧失家己，也是毁灭家己，有甚物利益？对我甲我的话感觉见笑的人，人子伫伊家己甲爸以及圣天使的荣光中来临的时，
嘛会因为即个人感觉见笑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徛伫遮的人，有诶还未死以前，会看见上帝国，接受耶稣诶差遣。读过即段经文，袂禁地想到家己要是神学生诶时，每当寒暑假总是会和学校诶团契去逐所在进行诗歌布道。布道活动除了互阮学习团队服侍，也鼓励少年人委身服侍，希望因接受呼召去神学院接受培育。未来也通诚侪上帝国诶人才，会当伫各地传扬福音。虽然阮无亲像文道共款，啥物物件拢无带就出去布道，但是阮上款拢经历着，每到一个部落也是社区，总有一群兄弟姊妹乐意接待阮住踮因诶厝呢。因为遮个接待阮诶教会以及听主诶家庭，互阮会当顺利每暗拢踮教会办诗歌见证会，感动真侪青年决志，愿意接受上帝诶呼召，进入神学院受装备，将来成做传道人。对今仔日即段经文通看到耶稣诶权柄。耶稣诶呼召，以及门徒愿意受差遣。门徒受耶稣召集，佮愿意受差遣出去宣扬福音，并借着耶稣所赐诶权柄，因充满能力佮信心，行遍逐城乡，宣扬福音，世界治病。相款，咱会当宣扬福音，甲帮助有需要诶人，是因为耶稣用伊诶权柄装备咱，咱是奉伊诶名去侍奉、去传扬。耶稣诶差遣是上帝国福音通得受宣扬诶关键。拄亲像保罗伫罗马书第10章15节所讲，都无差派，若话传。咱看到耶稣甲12位使徒召集起来，可见因伫遮以前并毋是拢做一做伙。迄时阵，耶稣甲使徒召集做伙，互因领受共同诶使命，就是为着要互搁较侪诶人听到福音。主耶稣是宣教诶主，任何宣教事工，拢对主耶稣开始，对伊来差遣。伫教会历史中，无论是门徒行遍逐城逐乡，还是保罗世界去巡回布道，还是历代宣教师诶宣教行动，拢因着耶稣诶差遣，要互人会当听到福音，得到救恩。门徒因接受主耶稣诶差遣，领受使命，世界宣扬福音，伊伫帮助真侪人。有耶稣诶权柄和差遣还无够，还需要有人愿意接受差遣，才会当将上帝国诶福音分享出去。今仔日有一寡教会致力伫海外宣教，每年组织团队出去国外做底宣，有一寡教会训练青年组成福音队，甲庄脚也是偏僻地区诶教会连结，前往偏乡也是部落举办儿童夏令营和青少年营会。检采咱诶教会无直接参与伫海外宣教，也是偏乡诶服务，但是咱拢通做诶是领受耶稣诶差遣，参与教会诶服侍，往厝呢和职场，还无信主诶亲人和同事传福音，
分享信耶稣的喜乐。默想，对我来讲，甲人分享福音的困难伫倒位？我会担心别人拒绝无？传福音受拒绝的时，我安怎调适心情，甲改变做法呢？对我来讲，甲人分享福音的困难伫倒位？我会担心别人拒绝袂？传福音受拒绝的时，我安怎调适心情，甲改变做法呢？咱做伙来祈祷，想事救恩，搁找见人的主，感谢你为着，互搁较侪人听到福音，持续找见你的工人。我乐意领受你交付的使命，检测会受拒绝，也是拄着困难。求你使我信心宣扬你美善的福音，搁伫即中间见证你的大能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